被告张天心，表面证据初步成立，被控以严重伤害罪，需等候精神科医生观察并作出详细报告后，本席再作宣判。我们走吧。你们是高凯和天心吗？嗯。李医生在等你们，请跟我来。这边。有点不习惯吧？哎呀，第一次来呢，不习惯是很正常的，很快就好了。哦，我都忘了给你们介绍我自己了，你们可以叫我静儿。我最讨厌别人啊叫我什么护士、小姐之类的，好难听啊！你们有没有发现这里和你们想象之中有什么不同啊？其实呢，这里大部分时间啊都是很平静的，没有什么事情发生。我们应该快到了吧？不远了，过了活动室就是李医生的办公室了。这里呢就是活动室，我们平常吃饭就在这里，还有图书、电视、游戏。你在玩什么？又在亲你的书啊？他们通常呢都是自顾自的玩，很少打扰别人的。没事的，不用在意啦。转弯就到了，这边来。进来。李医生，他们到了。李医生，请坐。静儿，什么事，李医生？没什么事，你先出去吧。哦，好的。高凯，天心，表姐，虽然这个不是什么秘密，不过我希望我们的关系不要太多人知道。好，以后我们都会注意。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幸运，
律政司把这个案件交给我，主治医师就是我。我们都知道。不过这个案例呢，其实我有点困惑。为什么？如果在我的判断之下，天心被判为精神病患，那就要接受治疗。相反的，如果天心在这里被判是正常的，那法院就会把他当成普通人，接受法律制裁。这些我们都明白。你们谈清楚就好。但是我想知道，天心有什么想法？他宁愿被判坐牢，也不愿被当成精神病患者。好，那我就简单的告诉你，院方会对你的安排。首先，我们让天心做一个详细的身体检查，在排除外来的创伤和隐患之后，做一个精神检查，也就是对天心的脑部做一个彻底的扫描。大概要多长时间啊？这个很难说，这要看天心的进度。而且，没事，你们等一下。你在这里，我去看一下。坏人！坏人！坏人！大块头，你干嘛？还给我！快放下！还给我！放下！住手！你干什么？哎，快住手！走开！走开！走开！高凯，关门！你走开啊！你走开！谢谢姐姐。曾经有个念医学的朋友告诉我，有些动物的迷离器的观知能力特别强，强到可以收集空气中的残留化学物质，去判别对方的性别或者是否有危险性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第六感。究竟天心是否真的拥有一种我们未知的能力，我不知道。